没么带，一张没播开场学面话。在那每扫第56课。那些年里呢，你也没能还到提您介绍为主，您的负责代表。那是年您的负责，您也没能还到您家再找，您也没能还到听您介绍，你再找，那是年您的负责，你也没能还到您介绍。那是您的负责，您也没能还到您再找，写的有点看不清啊。那是您的负责，你也没能还到您介绍。您负责没能还到您再找，那是您的负责，你也没能还到您介绍。要做故乡在哪里？就在我们湖北地。无论要做到哪里，我们心儿总相系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莫待沿海荡，罗浪前面带走忙。啦啦啦啦啦。